我们在学习中国史的时候，一定会介绍到很多邻近的国家。第一个是什么？高句丽，高句丽就变什么？高丽，请读我的唇，高丽 Korea 就是朝鲜半岛。那后来在唐朝时候，朝鲜半岛上面有个国家哦，叫做新罗国，因为他学习汉文化，我们把它叫做君子国。高句丽和新罗都是朝鲜。有一个地区哦，叫什么安南，他们在那个清朝拜见中国皇帝的时候，跟他说哦，我们要改名叫南越。那清朝皇帝就很故意，我要把你倒过来念，所以他就改名叫越南。在大肉支和乌孙呢，其实就是张骞通西域的时候丝路的开通嘛，所以大肉支和乌孙是指的是西域的国家，泛指中国的西北一带。西北水晶饺，火锅的女主角。那大食化指是什么呢？就是阿拉伯帝国。大秦呢，汉代称呼罗马帝国叫大秦。再来是什么？天竺，这个很简单的嘛。天竺是哪里？印度。下面这个也很简单啊，倭国或者叫做扶桑是谁？日本嘛。Japan。